响应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台南市会、台南县会以及台南市精英会出动所有会员姊妹，25日伫台南火车头前宣传反家暴，为女性发声。从民国88年发起的一个11月25日全国性的这个反家暴、妇女终止暴力，还有校园的霸凌以及孩童的这个受暴，来做一个宣导。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台南市、台南县、台南精英会3会共同响应125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活动，我们一起受暴对待女性的发言，希望由这次宣导截止一切的暴力伤害。目前台湾有46个分会，所以今天125我们是全部46个分会同步进行这个活动，就是在宣导。这是每年都要固定办一次的。那我们是一个非政府联合国承认非政府组织的那个机构然后就是在帮忙受暴妇女啦，还有培训女青年。技职方面，活动期间，台南市社会局主秘陈雅芬、警察局妇幼队、北区区长潘宝淑、市员曾培雅、林冠维、陈怡珍也拢到场响应，一同反家暴。公益这个活动是非常的好，因为要共襄盛举，因为反家暴不是只有小朋友会被虐儿，还是说因为长辈也会被虐待，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要共同发挥大家的爱心一起来帮忙注意这个家暴的行为是不可取，而且最近是不是也有职场霸凌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最近的一个霸凌的事件的一个议题也引起了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让更多人来了解性别平等，或者是说非法侵害的一个重要性。国际男性交流协会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03年的历史。宗旨是女人帮助女人，成立社区关怀女性，提供教育甲技能的培训。在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这天，全国10来个分会公布举行携手反家暴，你我不缺席活动，呼吁各人大众共同重视反家暴议题。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